今仔诈骗案件是满满时代力量今仔是公布一份诈骗风险的报告，其中就有讲将近70%民众一礼拜拢上无会当看到一个假投资的广告，全国是有2成至3成民众可能拢是受诈骗高风险族群。提醒民众若对资讯有疑虑，一定都要先查证，才袂去互骗去。 要过年啊，民众年底奖金领到888，也爱说你诈骗集团可能会趁即阵愈来愈嚣摆。即马诈骗满满时，时代力量特别针对无共诈骗情境来进行调查，发现有15%的人受过网络买物件诈骗，7%的人拄到投资诈骗，5%的人伫交朋友哄骗。犯罪防治系教授表示。 诈骗有的是利用对别人的信任，或者是想要赚更较侪钱的心态。若诈骗发生了后，社会声音也常常去检讨被害者有贪戇的刻板印象。 贪是人性，所有的人都贪。只是今天呢，贪这件事情如果被运用成为呢否定这个被害人他求助的一个方向的时候，那这时候这个恶性就更为重大。学者强调，因为这的刻板印象会让受害者感觉见笑，唔敢讲，这对打击诈骗是真大的障碍。 另外，调查也显示，民众逐礼拜至少看到一个诈骗资讯，有67.2%是网络买物件诈骗，69.9%是假投资诈骗，43.8%是交朋友诈骗。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呼吁政府爱严格管制通讯软体。 贷的一些管制其实并不是那么严格哈，包含政府要跟他们要加害人资料，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认为政府应该。 就对赖网站应该要求要负起责任哈，而且进行必要管制，并当提出诉讼的时候，其实要提出诈骗者相关的资料进行侦查跟起诉哈。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表示，接拄到民众无确定是毋是受到诈骗，诈骗集团也会甲人洗脑讲，好康的敢若保护你一个人知尔。协会强调，只要感觉有淡薄仔疑虑，就爱随停止，敲165反诈骗专线去问，避免造成重大的损失。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